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9月1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挥还有胡一进老师啊。今天这个胡适又是震荡走高市场出现分化。截至收盘沪指跌0.04%，深成指涨0.45%，创业板指数涨0.68%。其中这个创业板指数走了一个深 V 的走势，也就是它跌了1%，后来还变成涨0.7%，给人感觉像这个盘中洗盘呢。沪指走的稍微弱一点，这个个股呢涨多跌少，3600只是上涨的，只有1000多只下跌啊。对金融消费者来说今天又多收3-5斗啊。从这个成交量看沪深两市成交额是2.3万亿，比昨天要多了600亿。这个成交量也还是比较健康的。这个成交量健康就表明这个资金还是比较活跃，这个情绪比较这个稳定吧。指数牛市还在继续。昨天咱们介绍了这个证券专家刘继鹏他说这个经济基本面不好，股市有没有可能走慢牛？那今天呢，这个财新网他刊登一篇文章，这个文章标题就更直白就是如何理解股市与经济的背离，也就是股市在走牛市，经济不好，这不就是个背离吗？他说如何理解股市与经济的背离，是有一位这个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经济学博士叫罗志恒他写的一篇文章，如何理解股市与经济的背离。他首先说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当前经济形势什么形势呢？就是3季度经济承压，那主要是因为前期支撑因素回落，但也有积极因素显现。说这个去年4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主要受2大因素支撑，一个是出口超预期强劲，关税战风险下抢出口和抢转口行为，这个以及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国际竞争力带动中国出口保持韧性。二是宏观政策加码加力，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消费明显回升，这从而实现经济同比增长5.3%这个是有利因素但是上述因素存在一定的透支效应。你比如那个抢出口，那显然就是透支嘛，还抢转口所以说进入第4季度那恐怕这个本来这个是支撑力度那恐怕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支撑了。其中讲到第一个，出口方面，美国总体进口同比增速由1季度的25%降至2季度的0%，也就是美国2季度它那个进口增速已经是0了，也就是人家前面抢进口，特朗普上台之后抢进口把今年的都消化完了，所以后面基本上它没有增长，意味着中国转口贸易空间，也就是中国转到东盟转到墨西哥等等就是转口，然后这些最终都是流入美国的，那也没有增长了。所以说8月中国出口同比增长4.4%，虽然增长4.4%那创3月以来新低，就是出口这一块要失速了。第二个，消费方面，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对耐用消费品提振作用，边际递减。8月通信器材、家电、音箱零售同比分别由7月的14.9%、28.7%回落到7.3%、14.3%。8月商品零售和社零消费同比分别为3.6%和3.4%，显著低于上半年的5.1%和5.0%。8月份这个社零商品零售都没有达到预期。第三个，投资方面，一是房价和销售持续下行，影响房企投资能力和意愿，房地产投资下行拖累投资。8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额、房地产投资同比分别下降10.6%、14%和19.5%，就房地产投资下降了将近20%这个房地产销售面积、销售额都是下降2位数，这些都是不利因素所以说下阶段压力增大，也就是咱们最后一个季度4季度经济增速回落至5%以下。说中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风险挑战，要正视经济增长面临的不利因素。这个外部来看，说关税和美联储暂停降息风险仍存。一是4季度中美贸易谈判结果存在不确定性。第二个是美国通胀形势或扰动美联储降息步伐。有人说美联储9月18号要降25个基点，有的说降50个基点如果降25个基点，那对咱们好像是没什么影响；如果要降50个基点，对我们就是个利好这个有很多专家认为那如果要今年美国要降200个基点，那对我们就是利好，超预期。内部来看，一是去年4季度社零消费和广义基建投资受政策拉动，基数显著走高，对今年
年同期形成压力，这知道什么意思吗？就去年4季度啊涨得太快了，那今年4季度呢，我们要同比啊，你去年那个基数高了，今年那就不行了，高基数啊，这第一个就是这个社零数字啊，第二个是房地产价格仍有下行压力，压制居民消费、房地产投资、地方财政收入以及基建投资的能力。第三个就是当前地方政府化债压力依然较大，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能力和积极性仍然受到一定影响。第四个是部分政策存在退坡问题。什么退坡问题啊？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国补啊、消费品已就换新政策，那你计划今年前头就花完了，第4季度没有了，那这个就叫退坡了。第五个说，尽管股市上涨有助于形成财富效应，提振居民消费，但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又对消费和投资形成拖累。这个股市上涨有助于形成财富效应，这个说法啊，首先在胡锡进老师这儿你就说不过去。胡锡进老师挣钱了，对吧？他是消费了，就买了5件 Polo 衫，对吧？吃面他也顶多加个鸡蛋。所以说啊，股市上涨什么促进消费，那都是一厢情愿。好，这个文章说到正题了啊，说如何理解当前股市热与经济稳之间的背离。他是文章这么说的啊，他说啊，7月以来 A 股市场持续走强，上证指数成功突破去年10月以来形成的3100到3400点的震荡区间，一路涨至3800点以上，创近10年来新高。7月1日到9月15日，上证指数、创业板指数、科创50指数分别上涨12%、42%和33.6%。然而，同期生产、消费、投资等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却呈现放缓态势。实际上，经济形势不太好，说放缓的都比较委婉。6到8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单月同比分别是6.8%、5.7%和5.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单月同比分别是4.8%、3.7%、3.4%。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分别为2.8%、1.6%、0.5%。所以说，显然啊，股市表现与经济基本面之间严重背离，并且啊，还体现在行业层面。比如说啊，当前房地产市场调整仍在持续，房价在1季度初步止跌之后再度下行，而且啊，到了8月、9月，就是第3季度啊，房价下行还有加速的。5月以来啊，房地产销售、投资同比持续负增长。你看这个，咱们都知道啊，这个房企一个个的要死不活的，这房子卖不掉，连央企对吧？这个同比环比它的销售都在下降，利润也在下降，对吧？连这个绿城啊、龙湖现在都有点岌岌可危了。在这种情况下啊，地产股却表现强劲。7月1日到9月15号，万德房地产行业指数上涨17%，这是最典型的背离。也就是在我看来，这个房地产企业那股票根本就不值钱，就不能投，一文不值，对吧？你看那个万科亏损，上半年都是亏120亿，下半年还不知道亏多少，它的股价还顶在7块左右啊，简直太疯狂。但是就有人愿意买，那有什么办法？对吧？这典型的背离啊。也就是说啊，即便房价稳住了啊，房地产稳住了，你说这些房企它能值什么钱呢？对吧？过去20年这个楼市啊蒸蒸日上的时候，也没看见这些房企股价涨到多少。现在这些房企都在 ICU 病房躺着。这个文章就说了啊，他说当前 A 股牛市主要受估值驱动，说海外风险缓释与国内蓄势重构激发市场风险偏好。这叫什么话呢？啊，一个是估值驱动，这个存在有点站不住脚啊。你这经济面没改好，对吧？估值怎么还驱动呢？第二个啊，海外风险缓释，这个倒是可以勉强这么解释，因为现在不停的有这个机构啊，对吧？说美股现在风险很大，就很多海外机构啊，是吧？然后那肯定有部分资金啊，他就要到海外去找那些所谓的挖，或者所谓的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那第三个，他是国内叙事重构，这讲通俗一点，就是换了个讲故事方式呗，讲个新故事。他说这个从外部来看，他说特朗普极端关税政策和美联储货币紧缩风险缓释，2月以来，特朗普关税战对全球资本市场造成严重冲击，但随着关税战多次阶段性缓和，市场对其逐步脱敏。随着美国劳动力市场持续走弱，美联储认为就业下行风险大于通胀上行风险，市场预期美联储将于9月重启降息进程。全球流动性趋于宽松，不仅利好美股，也利好新兴市场。内部来看，人工智能、反内卷等题材或热点叠加积累，并演变为乐观叙事，引发居民存款搬家，形成正向循环。在房价持续低迷、存款利率下降的背景下，股市上涨对居民资产配置吸引力大幅上升，居民存款搬家进一步推动股价走高。最后啊，他说股市持续上涨离不开经济基本面有效改善。这就是重点了啊。这文章说啊，股价短期内可以
以脱离经济基本面实现率先上涨，但持续上涨需要经济基本面的有效改善作为支撑，盈利改善才是股市长牛的根本动力。当前上证指数滚动市盈率已接近2016年以来区间的上沿，估值继续上升，面临着一定的压力和风险。一方面要加大宏观政策力度，促进经济回升向好，以盈利改善来消化前期的估值抬升；另一方面要完善资本市场制度，促进 A 股平稳健康运行，防止大起大落。这个如果股市的上涨可以脱离基本面，对吧？股市的上涨可以不看这些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那这个股市牛市不就是一个庞氏骗局吗？不就是个轮盘赌吗？对不对？跟这个基本面没关系，那不就看心情，对吧？看谁先跑，看谁先进去，看谁会讲故事，那不就变成一个纯粹的一个连赌场都不如啊？所以说还得看基本面，对吧？你这个讲故事可以让指数短时间内上涨，但是如果你要让它维持在这个高位，或者是继续走慢牛，最终还是要看经济基本面，还是要看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还是要看你这个资本市场的制度是不是完善。你每只股票后面都住着一个神仙，对吧？你这上市公司上市就是为了套现，怎么可能还有牛市呢？所以还是在沙滩上建高楼自欺欺人。今天这个央视网又报道了一个骗局说有骗子混入一个公司的工作群，冒充董事长骗走60万。讲的是长春的一家建筑公司总工程师微信号被盗，他的微信号被盗之后那个骗子就利用他的微信号就潜入这个建筑公司这个很多各个群，但是这个总工把这微信号找回来之后，他没在意，结果就引发了一串骗局。大家看视频前不久，长春一家建筑公司的总工程师微信号被盗，之后被盗的微信号被找了回来，所以大家都没太在意。殊不知，盗号的人却借机混入到了公司的工作群里。混到我们群里那个目的就是说，他想获取我们这整个的组织架构和我们这些人员关系，谁和谁啥关系，说话平时我们都是怎么交流的，所以他就把我们那个董事长的头像盗用了，还盗用了我们一个开发部部长。过了一段时间，这位总工程师接到一个自称公司管理人员的电话，通知他新加入到有公司董事长及开发部部长的工作群中。他入群后，已经在群里的董事长又要求他把公司财务负责人拉进来。我进到群里边以后呢，就是我们那个贾董事长吧，就是艾特我们那个集团总工，就说的你先回避一下，完了你把财务拉进来，你回避一下，就这样的。完当时他就我们那个总工就退出去了，退出以后，这时候这群就剩我和那个贾董事长和我们那个贾的那个开发部的部长。这时冒牌董事长以朋友短期拆借资金为由，要求罗女士从公司账户上向一张私人卡号上转款30万元。由于以往公司也有过类似的资金往来，并且董事长语气急迫，罗女士便通知公司的出纳员转款，但出纳员却没有从公司账户转款，错误地从公司的一张现金卡里转走30万元。罗女士发现后，向群里的董事长请示，贾董事长说没事的，说的这样先没事了。紧接着又给我发，他说的你再从对公上把这个钱这30再打30万，完了就把这个钱又付出去了。完了这时候他就问我说，公司你给我拢一下，公司还有多少钱？他一看我们整个集团还有这么多钱，完他就他就说他又给我发了一个是一个对公户的，是一个河南的一个什么公司，他让我打290万。完了紧接着他又给我发了一笔，也是一个河南的公司，这回是让我打对公户的，打的是300万。其实这时候我就发现了，我就把群打开，我一看那头像不是我和我董事长不是好友，我就知道我是上当了。我当时眼睛都模糊了万来聚会我认为都追不回来了。发现可能被骗后，罗女士赶紧报了警。随后，警方通过国家反诈中心平台，及时对这2笔被骗的钱款启动了止付拦截。长春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接到罗女士报警后，一面安抚她的情绪，同时在国家反诈中心平台上启动了紧急止付。一定要快，因为你稍微耽搁一点，那边钱可能就已经吃出来了。然后缓解一下情绪，平台上已经开始操作输入卡号信息了，对这个涉案一级卡进行了紧急止付，然后等到了银行那边的反馈。每笔30万都没有转去，都在银行卡里。其实如果他要再晚一点，其实可能这钱就已经大概率回不来。
还是说反应的比较及时，然后也及时拨打了我们这个紧急支付热线电话。目前60万元被骗资金已经返还给受骗公司，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之中。实际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你给陌生账户转账一定要确认，对吧？这个纯粹是财务啊，这个上当受骗的人没有一点点风险意识，没有一点社会阅历啊。这个是在这个温室里长大的罗女士啊，就是一般的来说啊，你就是不见面，你通过微信聊天啊，你都能知道这个人是不是他本人，因为每个人说话打字，对吧？他都有他的特点，而且你也很容易啊，就可以加以试探、辨别，就甄别啊，对吧？像这种事情啊，这个罗女士啊，她最好的办法就是以汇报工作或者是送资料的名义见一下董事长，或者找他签字的名义啊，总之啊，就创造一个或者换一个联系方式，通过短信，对吧？给董事长发个短信，甚至打个电话过去。但是你也不能怀疑说这个，哎，你这是假的，你先不要声张，对吧？万一这个董事长是真的呢？哎，你说你是假的，你得证明一下给我看看，这也不太好。所以说你这个纯粹是经验啊，像这个罗女士啊，她就应该给董事长打电话，或者是假装给他汇报工作，给他找他签字，哎，顺便问一下，哎，你刚才的账号没有问题吧？那董事长肯定说什么账号啊？这就马上就识破了嘛，太不警惕了啊！给私人账号，而且是个陌生的私人账号打款，不是骗子多高明啊，实际上是这些人确实是智商不够啊。这个我是亲身经历过的啊。我的一个高中同学，他的 QQ 号被盗，然后他就有一天呢，我上班的时候突然跟我说话，然后他没有上来就跟我借钱啊，他上来先说他在重庆出差，他一说话我就知道这不对，因为我的同学他在哪儿出差，他干啥他不可能告诉我的，我们之间没有这方面爱好，所以他一说他在哪儿出差，我就这个马上第一反应我就怀疑他这个是有问题，然后我就反客为主啊，变被动啊为主动，我就给他下套。哎，我说你上一次好像说你跟你们女领导出差是吧？哎，他说对，就这次就是跟他出差，那我就知道他肯定是假的，所以后面我就看他怎么表演，后面就开始让我说他这个钱包丢了，让我给他打点钱啊，我说打多少啊？他说打1000，我说1000哪够啊？你这么多人在重庆，怎么的都要5000吧？你住酒店完了之后还要买飞机票回去，哎，他说最好了，5000是最好的。他说我不好意思给你借这么多，我说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都是同学。我说你等着，然后他就等了一天，我就不停的说这个银行要排队啊，银行要填这个单子，银行就是不让我汇那么多啊，我正在跟银行做斗争啊。反正他就在那听了我一天的故事，我也没事，反正跟他慢慢聊，隔20分钟给他回一次，我要控制这个间隔。总之啊，给陌生账户汇款这个也一定要警惕，不管是因公还是因私。我们再看看这个胡静老师昨天呢，在这个加头老师坟头啊蹦完迪之后啊，对吧？称加头老师啊这个不能说话，没有办法为自己发声辩解，对吧？没有办法直接跟胡静啊这个互怼，所以胡静老师又给那个在加头老师身上又踏上了一只脚啊，要打倒要斗臭啊，说这个加头老师是要把联想往死里整，加头老师啊要联想自证清白，还说加头老师对联想那是冲最要命的地方下手。这个在加头老师坟头蹦完迪啊，胡静老师今天啊又突然对战争的残酷啊发出感慨。最近这个网上流传一个视频啊，是一个乌军的士兵，这名士兵是个女的啊，在一个空旷的场地上，她被这个俄军的这个飞手啊给盯住了，然后遭到这个俄军这个无人机的这个轰炸。哎，结果这个女兵啊很厉害，这个俄军的无人机第一次轰炸没有把她炸倒，这个女兵啊就扔掉了所有的装备，拼命逃跑。当然了，这个视频传的啊是俄罗斯方面传出来的，那他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飞手啊放了这个乌克兰女兵一马，说下一次就不会这样了，下一次就把你结果了，也就会给你再补一个无人机啊。实际上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俄军呢说的大概率是真话，因为在这个战场上，只要被无人机发现，你基本上没有活的可能，就是活的概率就非常低了。今天网上有一篇文章啊，我准备这2天做个节目，讲的就是双方无人机的飞手，哎，怎么样追踪目标，怎么样一盯几个小时，怎么样双方互相轰炸，对吧？你盯我的同时，我也在找你，双方就像狙击手一样的，这个非常残酷啊！这就是我为什么相信啊，这个俄军士兵说的是真的，就是这个乌克兰女兵啊已经暴露了，而且就在空旷的场地上，她根本没有逃生的可能，所以她活了，确实有可能就是啊，俄军啊放她一马，就大概率啊，你不能说那么巧，说俄军到这时候正好他没有无人机了，那他同时还有其他的小组，对吧？他可以通知其他小组，一样的可以给他补一架无人机。你双方啊在前线啊密密麻麻多少个无人机小组啊都潜伏在地壕那个地堡里面，然后天上都是各种无人机，侦察无人机、自杀式无人机，各种无人机就在天上飞，而且用的都是什么红外线探测一大堆的啊，你很难跑得了。所以胡静老师说啊，战争好残酷，俄乌战场上这名女兵死
里逃生的瞬间记录令人唏嘘。这我说胡锡进老师嘛，他偶尔的啊，他这个人性光辉好像又露出来一点，对吧？既然战争好残酷，那为什么不能呼吁普京，对吧，收手呢？这个战争是普京的战争，这个战争就是普京发起的，对吧？如果只要普京俄罗斯的军队，对吧，撤回到2022年2月24号，那战争不就结束了吗？哪有什么那么残酷的？大家完全可以通过谈判，对吧，来解决这些纷争。胡锡进老师啊，一面啊感叹这个战争的残酷，一面支持普京的侵略啊，认为乌克兰是咎由自取，对吧？为什么不能像白俄罗斯那样跟俄罗斯，对吧？就为什么不听话？为什么沦为北约的帮凶啊？进来这一套，对吧？为这个俄罗斯的侵略，为俄罗斯的侵略找借口洗地。这个普京啊，吞并完了克里米亚还不满足，还要吞并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所谓的说俄语的地方他都要，对吧？一旦把这说俄语的地方给他，他下一步还要到奥德萨，整个第聂伯河以东都是他的，得寸进尺。不管怎么说，对吧？这个战争是普京挑起，是普京悍然发动的。你不管双方在战前有什么样的矛盾争端，那战争是你普京挑起，这就是不对，对吧？现在要人家的乌东4个州大言不惭，对吧？居然冠冕堂皇的跟人谈判要这4个州啊，完了之后俄军没占领的地方，你乌军，对吧？乌克兰老老实实交出来，这个胡锡进老师也为他们洗地。然后又说战争好残酷，这个有点像鳄鱼的眼泪，更像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呢。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